本頻道以分享道基師傅獨到嘅見解，傳播傳統正宗卻不為人知嘅玄學知識為宗旨。內容涵蓋四柱八字、紫微斗數、風水易卦、相學等多門術數。道基師傅會以坊間師傅及大眾所忽略嘅角度，包括現實世界中實行性嘅考慮，去審視並重新詮釋古今玄學。無論閣下是否擁有玄學知識，無論閣下正處於人生邊個階段，呢度唔單止能夠讓你識別江湖神棍與小人伎倆，更能夠讓你比別人企得更高，睇得更遠。最新嘅調查報告顯示，香港嘅生活指數升至世界第一，呢個數據足以證明香港仍然係世上最頂尖嘅城市之一。香港人再次為國爭光，終於爭取第一嘅城市又再一次奪得殊榮。而家真係贏咗世界啦！有人甚至以此證明香港已較過往更進一步。然而，生活喺香港嘅大部分市民卻冇增加半點快樂。另一個新鮮出台嘅報告顯示，香港嘅快樂指數同2018年一樣，維持喺全球76名。點解一個經濟超級發達、生活、飲食、娛樂超級便利富裕、失業率超級低企、政府財政豐厚、法治完善嘅一個城市，表面上應該要過得比世上任何一個地方都要幸福快樂嘅同時，偏偏快樂指數卻喺呢幾年間倒退至全球76名。呢個名次係一個點樣嘅概念？就係巴基斯坦67名、菲律賓69名、利比亞72名，都擁有比我哋更高嘅排名。到底香港仲欠啲乜嘢先能夠更快樂？所欠嘅嘢係咪能夠通過繼續提升經濟、生活、飲食、娛樂嚟獲得呢？近年嚟好多人都喺度追求變強變大，但為點解我哋而家更強大咗，快樂指數卻倒退咗？又點解嗰啲喺前列中最快樂嘅國家或者城市，都唔係嗰啲公認為最強大嘅國家？香港人日夜追求，連做夢都想獲得更多嘅嘢，冇令香港人更快樂。究竟係香港人太貪心，定係太粗心？或許是香港人有太多嘅名與利想爭取。明明人生漫漫長路，但連起跑線都唔用稍稍落後。明明快樂就喺身邊，卻總係追求無止境嘅慾望。有時係咪要倒過嚟諗下，快樂到底係過程定係目的？取得名利嘅目的唔係為咗獲得快樂咩？滿足慾望嘅目的唔係為咗獲得快樂咩？如果能夠識得享受過程，睇清追求目的原因，快樂不會係遙不可及啊！你變得強大咗咩？你又變得快樂咩？變得強大容易，定係獲得快樂容易？你追求強大嘅最終目的係為咗得到乜嘢？好多人學習八字都中意埋手鑽研點樣先係名成利就、位高權重、富貴壽巧嘅八字。道基從沒聽講過有人會對感覺快樂、感覺幸福嘅構成組合提起興趣嚟。由於缺乏理解，加上絕大多數習八字者都糾結在身強身弱嘅二元對立中，致令十神喺近代出現機械式嘅定義。喺道基應用嘅八字學當中，十神系統實際上就只有食神同傷官係直接同快樂有關嘅，因為食傷係我生者，我生嘅重要意象係為我生發出嘅，我宣洩出嘅情緒源自我，產自我，所以情緒即為食傷嘅其中一種意象。而情緒又分正面與負面，快樂便是喺眾多情緒中嘅一種具有廣泛歸納性並且正面嘅情緒。而當食傷被印星強克，被財星過分好竊、劫比無力生食傷等情況出現嘅時候，食傷反映嘅便會係負面嘅情緒啦。此之所以，無論你能夠任起幾強嘅官星財星，都唔代表你會快樂。傳統理解嘅官印相生、殺印相生、財氣通門戶等，從來冇講及同快樂有關。現實已經清楚話俾咗你，無論你係位極人臣定係富可敵國，你嘅人生仍然可以係不快樂嘅。有啲經歷過嘅人更表示苦多樂少，擔憂處處，所得嘅快樂甚至不如未發月時。喺十神嘅生克構成中，正正由於食傷天性是劫比，克官殺好竊劫比間接減弱任起財官嘅力量，克制官殺更直接減弱官殺嘅力量，所以食傷旺傷嘅人係難以擁有強大嘅財富與權力。即使運道配合，能達嘅高位亦都係有限嘅。不過相對地，人生會更多姿多彩，情感亦都會有較大幅度嘅喜樂。回說香港一地人民之快樂與否，可從其地嘅八字上窺探。香港喺2019年將會進入新嘅大運，呢個大運明顯係一個全新嘅景象。幸運者香港仍會受到各方關顧，然而無奈地，呢個景象卻同快樂越距越遠。
如果你對頻道或者視頻內容有任何意見，歡迎留言話我知。多謝收睇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